中国伫随数日内外针对关税展开谈判，川普表示有大进展。金门金城国中课题用词无适当，牵涉性别歧视，引起学生甲家长不满。地沙屯马祖伫今日登去到江田宫安座，进香10天9暝，顺利圆满。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曹欣。受到风面影响，全台湾雨势落无歇，咱观众朋友就要注意安全，因为就伫咧台中大道甲花莲丰滨，拢因为溪水涨起来，有人就安尼来受困。也高雄这边中油炼油厂的油槽，敢若是互雷公卡着来导火，较早是无伤亡哦。也台北线林府桥附近，因为雨水上高，来水放线。东流船赛吹消防队伫错漏的河水当中展开救援。台中市大道区11透早有13位外籍移工小约到大道船抽水站边钓鱼啊，不过因为大雨溪水涨起来，甲一座原地当骑机车通过的便桥冲歹去，抵数13个人掉伫沙洲。加在透早7点13分全部救出来。消防救所啊，予对方受困的山友慢慢过去。花莲县丰滨乡的八里湾溪，早早也出现溪水电流，有23位被八里湾山的登山客掉伫溪流的对方。消防局特殊大队伫暗时5点到位，救所啊先将水甲食物送到对方，但暗时雨势转好了后，才开始协助过去。暗时11点全部救出来。夜间雨势稍歇后，溪水开始趋缓，然后于上游架设绳索系统。然后由本局人员至对岸协助民众脱困。高雄市小港区中油大拿炼油厂的一个油槽，伫11透早疑似互雷卡着火，连未启动破的冷却系统，外观无明显的火粉，也无人受伤受困。着火原因该调查。第30日油槽遭受到雷击啦，那不到1小时，我们把火势已经控制下来了。那大概在10点半的时候，火势就已经扑灭。台中市和平区台北线林府桥附近是因为发生土石流，中华便道也因为雨量超过行动管理带取消透早7点通行的班次。气象署表示，11方面继续向南刷，天气悠悬无稳定，西北部甲各地山区有明显的雨势，气温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会凉凉，北部低温甚至18度尔。西半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今天都还是比较容易有局部大雨。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之后，其实中南部地区的雨势还是会比较持续，甚至台东地区这边都还有可能会出现局部豪雨的状况哦，所以外出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伊北湾强调，昨日开始天气会渐渐稳定，西到甘那村南部甲台东花莲有雨，全台气温也渐渐回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也高雄凤山这边有一栋旧公寓，昨半暝烧起来，也住伫咧内底的爸囝，爸爸是行动无方便，倒伫咧房间，也囝伫浴巾仔走袂赴，甲这两人救出来时阵，拢已经无开始。这间公寓加起出来铁厝，高烟甲火一直冲出来。高雄凤山国泰路大巷仔内底，一栋5楼起的公寓2楼，车在暗时火烧厝。厝边隔壁有要惊死，消防接驳了后赶紧来拍火。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从房子从后面那边已经有火舌整个窜出。那我们马上就布线破门进去做抢救那在现场搜索到2名民众。导火2楼是一对4日的病仔住伫内底，老爸真侪岁，而且行动无方便。消防来到现场，发现80多岁老爸倒伫房间，50多岁后生是伫浴巾仔，救出来时已经无性命迹象。送医了后3个不治。2、3个月前听到个跋倒我通社有送病东啊。涂骹冷气小可乌乌拢歹去啊！我后壁巷仔的铁厝内底嘛小可乌密码，车10早起火已经拍熄，不过还是闻到臭大味。巷仔一寡物件拢落规涂骹，根据了解，厝内囤真侪卫生纸才杂物。过去里长不想要找人来斗清，并且提供助警器，不过拢互拒绝。因爸爸个中天呐，糖尿病拢定定互警察甲送转来，因内底盖太高啊，拢卫生纸，规个拢卫生纸。里长的太太啊，请那个卫生局的来，要把它清扫里面，要他儿子签字，他儿子都不签字啊。暗时发生的火烧厝，互附近的住户拢惊惊。消防局初步研判，导火所在应该是伫咧小区的藏物件的房间附近，不过详细导火原因也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白沙屯妈祖进香，伫今日登去到江天宫安坐，道场落雨，香顶卡人一点都无减，未把握机会对妈祖行。日落沙沙雨，不过信众有缘真热情。白沙屯江天宫妈祖会员在透早对通宵镇公所起驾，因带一线上北，香顶卡气满省道，把握最后甲新明做伙行的机会。跟妈祖走一点都不辛苦，对，有妈祖的陪伴。对啊，今年比较特别，刚好又是母亲节，对，所以你会觉得人潮会特别的多。最后的1里路，对，我们希望这个妈祖在这一次摇尽赐福，让很多这行天咖还有很多人来感受到这种魅力，还有这种祝福。透早9点左右，妈祖銮桥来到新埔村的区务园，由4人轻便桥改做8人扛大桥，最后伫下晡3点45分左右，登去到白沙屯江天宫安坐。妈祖的神威显赫，妈祖一定有他的想法，妈祖一定是祥和包容的。在这里，我相信妈祖婆一定会保佑这一次所有参与活动的志工朋友相登角。这届白沙屯江天宫妈祖19暝进香旅程创下真济纪录，包含共要33万人报名。交通部头一届提出双梯甲公路局的疏运措施，还佫有200年以来头一届进入南投县主甲名间乡青碧坑寿天宫是海拔上悬点，等等宗教的大代志圆满结束，也带予乡镇卡真济支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了针对关税，美中两国伫瑞士日内活动的时间5月初10展开谈判，川普是讲有大进展哦。好，即马看起来是有转机，不过关税政策的冲击恐惊比转机更较快到，因为都有学者讲话啊，美国的经济面对关税战，恐惊会有停滞性的通货膨胀，这个恶性的循环，也这连带冲击到咱台湾的出口产业。经济下关税战出现重大转机，美中关税谈判第初10，瑞士日内瓦正式展开。外媒也看到两国代表团人员进出瑞士，上驻联合国大使馆舍附近。根据了解，美方谈判代表是财政部长贝森特，甲贸易代表格里尔。中方是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高级官员。一定是极限施压，但所谓不错的话，就是中方下跪，就这么简单。美方这一次是强硬到底。美国总统川普也伫同一日暗时发文，表示美中进行非常好的对话，协商全面中期关系。佫是伫上尾也表示摕到真大进展，双方按算伫10日继续对话。目前拢无透露谈判实际内容，不过进前，川普捌伫社群平台提出对中国扣80%关税想法。美国的要求或许需要中国把关税降到更低，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有点恢复到比较正常的这个情况。那关税的税率如果超过50%，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达成。不过关税政策冲击恐惊成一波到位。全球借款投资大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最近示警，美国经济衰退风险真紧升悬，恐惊引起停滞性通膨的恶性循环。学者也分析，美国民众的超额欠钱已经伫疫情了后由正转负，家庭负债严重。那关税冲击物价过起，恐惊影响的范围会真大。对台湾的影响就是投资可能会下降。因为未来投资主要的地方是在美国。学者示警，若美方经济陷入停滞，台湾出口商品厂商去美国投资也受冲击，这部分都要重视。不过目前根据外媒报道，川普执政团队将差不多20个合作伙伴，包含美国主要出口国，也就是确实经济体，列为初期贸易谈判重点。台湾也伫内底，各界继续关注上新的结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前总统蔡英文访问澳洲，第一站是去到立陶宛，见证咱甲因伫农业科技合作一个成果。也伫咧暗会时，蔡英文和因的议员互相交流，感谢立陶宛支持咱台湾，也咱会甲因徛共阵，坚守民主的理想。穿白色的无尘衫，前总统蔡英文甲立陶宛经济甲创新部长萨维茨卡斯等人参观台立合作的新创农业科技公司，这是全欧洲规模上大的产地农场。
种植面积有4000平方公尺，逐日菜色产量会当到1000公斤，大约占立德湾逐日菜色的需求10%。蔡英文当场啉现价的菜色果汁，伊感觉真赞。这真的很好喝，那个不像以前我小时候我妈都拿着果汁追着我跑。对啊，那是有苦涩味，现在的菜，但是要用这种方式种的菜。车早暗时宴会，蔡英文也甲立德湾友台的议员交流，感谢立德湾政府甲人民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并且伫民主的价值做伙拍拼。相信伫地缘政治的挑战甲威权势力之下，台湾会和立德湾徛做伙，坚守民主的理想。Even small countries can make a difference when guided by principle and bravery. Together, I believe that our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exemplify how democracies can thrive and contribute to a more peaceful and just global community. 蔡英文卸任了后，第二届出访澳洲，伫立德湾的行程结束了后，会前往丹麦，由民主联盟基金会邀请出席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并且发表演说，表达台湾拍拼甲民主朋友共同合作，确保区域的安全稳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了要赶紧和罗西亚甲乌克兰达成停战协议，英国、法国、德国、波兰这些国家领袖是去到乌克兰甲泽伦斯基会谈，伫咧当地甲川普通电话，也伊拢同意讲对5月10日开始全面无条件来停战30天。要若是罗西亚无爱接受，欧美会对罗西亚实施新的制裁。好，普廷这边是讲5月15，伊要直接甲泽伦斯基面对面来瞧。欧洲国家波兰、德国、英国、法国领导人陆续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总统府，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这4名国家领袖车集去乌克兰敦促俄俄双方赶紧达成停战协议。First, I think our common objective is to secure this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for 30 days. There is this ceasefire for 30 days proposal that is very clearly now on the table. 泽伦斯基表示，4名欧洲国家领袖车早甲美国总统川普电话会谈了后，当即提出俄俄双方爱全面无条件停火30天。暂时乌克兰已经同意伫海陆空3个方面无条件停火，但是俄罗斯无接受这份协议，欧美对俄罗斯施加新的制裁。Ми домовилися, що з понеділка, 12 травня, має розпочатися повне і безумовне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огню щонайменше на 30 днів. Ми разом вимагаємо цього від Росії. Ми знаємо, що нас підтримують у цьому Сполучені Штати Америки. 对此，俄罗斯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欧美国家必须停止继续向乌克兰支援武器，俄罗斯才会同意停火。俄罗斯总统普廷甚至阁提出要甲泽伦斯基面对面会谈。Без всяких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х условий. Начать предлагаем без промедления уже в следующий четверг, 15 мая, в Стамбуле, там, где они проводились ранее и там, где они были прерваны. 普廷过去停火谈判失败之日，杀害乌克兰，佮考试是乌克兰当局的个人政治野心，和停火谈判无进展。针对欧美提出的停火30天的提案，普廷无正面回应，就表示有意思展开严肃的谈判来解决冲突的根源，建立英国的和平。无排除伫谈判过程有可能针对新的停火协议达成共识。公司新闻台是龙朋友。好，看转来咱台湾金门、金城国中考试的题目出现无适当的用词，也有的用词呢对女性佫真无尊重哦。人就咧问啊，是安怎学校考试的题目会牵涉性别歧视，煞无列出来？敢是后来审查题目的机制有问题？好，这边先人讲有所失，也校长公开回释咧，讲接落来呢会开性平会议启动调查，也出题目甲审题目的这个机制会佫加强，袂佫再互这种代志来发生。最近真济国中举行大考，有网友伫社群平台发文指出，金门县金城国中的大考题目出现真济无妥当的字词，甚至牵连到性别歧视，互学生甲家长真不满。对此，校方也承认有所失。把这些不应该阐述的东西，这样子会影响小孩子身心发展的健康。是家长的一些反应、抗议，甚至还是社会的一些宣传，其实我们表示非常的。抱歉跟歉意。金门县金城国中就是讲，这是因学校高年级健康定期考的考题，
教育团体批评讲，课纲的内容违反性别平等等本质，佮有歧视女性的词，毋但凸显后来新题机制失灵，出题教师性别平等的观念也爱更加强。这个考题不只是粗鄙低俗，更暴露教师的专业跟性平教育的重大缺失。最担心的部分是我这个内容是没问题的，那它有没有可能表现在平常跟学生相处的口语上？如果有的话，那个就会变成升级成对人的性骚扰。对此，金门县教育处11下晡紧急召开会议，要求县内各级学校全面检讨出题甲教学内容审查机制，强化教师性别敏感度甲法规的认知。我们在性平会也在3天之内召开，同时受理，并且组调查小组。金门县府强调，已经由有教育部认证资格外聘专业人员做调查小组，厘清事实甲责任的归属。若确认违反性别平等的规范，会依法追究责任。然而，教育部也指出，出题应该尊重性别平等，避免用歧视甲看轻别人用语，并且已经执行学校全面检讨考题出题甲审核的机制，以免相同的事件再发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台湾的女性伫咧做家务，平均一天是做4.4点钟，而男性是1.8点钟，也这算起来是加码3倍哦。卫福部就伫咧母亲节这天办活动，希望互囡仔了解讲，做家务唔是妈妈一个人的代志，也家庭分工真重要。衣服很乱，乱都是谁去折的？妈妈。谁泡奶奶给你喝？我妈妈。你们家谁去买菜？妈妈。大部分的囡仔拢看到伫咧厝里的工课，拢是妈妈咧做较济。为着要互囡仔了解家庭分工的重要性，卫福部伫咧母亲节即天举办亲子活动，透过办公会来互囡仔了解摒扫的辛苦，知影摒扫毋是妈妈一个人的代志。家事就是大家一起做的啊，不然家事为什么要叫家事？家庭会议有讨论好，就是他们目前可以做的范围到哪里？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台湾女性家己照顾囝儿、处理厝内大细项代志的时间是4.4点钟，比男性的1.48点钟加出来将近3倍。卫福部指出，现代社会女性虽然一定较无受到传统观念的限制，不过摒扫照顾的担当，也是伫女性的心上，就算是双薪家庭嘛是同款。夫妻的分工里面，大概妈妈要做的家务事的时间，每一天大概比爸爸要多2到3个小时。家事的分工应该更平等，它可能包括男性跟女性，也包括跟小孩之间。卫福部也表示，即马各地方政府拢有办临时托育服务，互家长临时有代志会当放心甲囡仔送去。目前全台拢总有220个托育资源中心，希望提供更较侪友善的生养环境到分担，也避免现代女性出现一间大家双头啼的情形。记者第二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今年旧历史闰6月照例这出嫁查某囝爱穿猪脚面线长后头，甲爸母添福寿。今仔日呢，阁是母亲节，透早都有袂少人去到猪脚店排咧买。猪脚好食嘛，唔好食伤济哦，因为国健署统计讲啊，咱64岁到74岁的女性有买8成腰伤粗。这腰伤粗爱注意哦，因为有研究讲，咱女性的腰增加10公分，去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这风险会增加3.4%。虽然外口落大雨，也阁袂少人透早就来猪脚店门口替线咧排列，因为今年2025年农历闰6月，民间风俗流传，出嫁查某囝爱准备猪脚面线等于外头厝，互爸母添福寿。多个是母亲节，互猪脚店的生意是真好，业绩比平常时增加差不多2到3成，就差不多多了2-3成。昨天都爆满了，一直排队啊！我们猪脚来不及卤。不过猪脚是高油高热量的食物，也提醒民众爱适量来食，若无会影响健康。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台湾19岁以上女性腰肥超标率达到52.9%，尤其是64到74岁，佫是接近8成腰肥伤过粗。医师表示，腰肥反映腹内脂肪油侪少。研究显示，女性腰肥每增加10公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提高3.4%。它还影响了胆固醇的制造，影响了三酸甘油酯的升高，所以它一定除了这个区域增厚之外，它在体内的血管也会合并着容易有阻塞的状况。医师指出，更年期女性因为雌激素下降，那活动力不够，饮食无适当，
腹内智能油开炖做伙，所以建议囡仔爱多关心妈妈健康。除了每日食充足的菜色水果甲蛋白质，也保持适当的运动，这样活较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威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南院当咧办东亚茶文化展，也为着要互民众对这个主题有趣味哦。高雄南院是专工邀请在地专精纸糊这项工艺老师，来教民众用纸糊做家己的茶器。也伫这个体验课程当中呢，让民众嘛会当了解讲纸糊这项工艺的知识。甲纸里互市长用膏啊黏伫纸碗内底，大人甲囡仔做好用纸糊的方式要来做茶器。家己关的高雄南院配合博物馆日举办课程。希望社民众透过体验活动来认捌故宫的文物。目前有一个展具吼，是咱做这个茶具的部分吼，故宫这个有一个茶具，所以咱就用这个纸的碗吼，爱用古纸的方式，包括这个彩绘，含这个做一个连接。有体会到古早人咧做艺术品迄个感觉。课程内底除了文物的小解，老师嘛分享着纸糊工艺的知识。参加的民众讲，有机会伫故宫内底用传统的纸糊来做物件，是一个真特别的体验。我感觉这个工艺不简单，因为伊要一批报纸黏，然后去塑形，我觉得蛮不容易的。伊是用平常时咱就是生活拢会当，伊回收再利用嘛，做环保的物件。哦，你做了，你会感觉讲，趣味啊。上课的老师表示，故宫南面是国家级的文物展览馆，会当用纸糊的体验课程，配合故宫南面的展览甲博物馆日的活动，对传统工艺唔但是一种保存甲肯定，嘛，互民众对文物的认捌，会当因为体验的过程来加深印象。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观众朋友，明仔载天气啥款？咱做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18度至28度，中部地区18度至28度，南部地区20度至28度，东部这边19度至26度。外岛地区19度至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稍等来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明仔载同这时间，咱再会。